捌做过戆查某囡仔，情伊的前途，亲像伊的彼一半。两个人遐尼好。从小我跟阿嬷就一起看那个杨丽花歌仔戏，就会看到她，还有亲家卖给搞啊，然后娇来北13姨是不是？然后就看到13姨来了，我终于见到她本人了。台北几落冬，阮也变大人，过30的我，敢会有人？我要去哪？回家收工。收工，我钱包没拿。特地带女儿来。我跟他说我今天要来拍千籁 MV， 他就马上问我几点。我早上最晚9点出门，哦，是不是8点就起来化妆。比我全妆到哎、好好笑哦。奇怪，你的面子明明你的脸明明就很小，面子那么大，真的是讨厌。但是你可以来参与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谢谢。因为我一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整个公司跳起来了，就觉得我们会心里有盘算，就是有一个底说啊，就是你那么忙，然后就是很少参与 MV， 但不知道会不会答应这样，我们都超紧张的。哦，莫安尼啦真的，我看你 MV， 大家拢迄落足大牌，你莫假。小心。哦，还有。我很谢谢丽丽姐愿意来当 MV 的女主角，因为我想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比你更适合。谢谢。然后妈，你甲学了我会拍不是我攻击呢，而且我刚刚在看画面的时候，在放着我的歌，然后就是看到你怎么可以随时就是打开开关，然后就是那个状态。我有唱的标准吗？有，你的闽南语其实很标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，千娜不论她唱华语或者唱闽南语，她其实真的都，整个那个词义的表达非常到位，我觉得啦。虽然我不是很常听你的歌，可是就是在YouTube 点上去听的时候，你会有感觉。从阮的长头早，前水地头早。你知道当初我们在选 demo 的时候，第一首挑中的就是萧煌奇老师的歌，没想到呢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听 demo 的时候是老师唱的，你知道原唱唱的多好听吗？他就是个 demo 可以录得这么完整，然后我们就说就他了，他就是主题曲啊。然后有一次我在商演的时候就遇到萧煌奇老师，我就说老师，我有收录我的专辑里面有收录你的歌，这样你写了2首歌给我，就是谢谢他这样。然后他就说很严肃哦，他就说好好唱啊，这样。压力好大，下马威了啦。压力很大，但是我希望成果就是让黄奇老师听到，不会让他失望。从阮的长头早，前水地头早，查某人的心，伤痕袂堪你扛。少年时光甲这好，你的梦，戆人才会相信无效的酒泉。从阮的地头早。陪早陪的心，对爱也有希望。有一天。